今日美国猪肉进口市场伫无通知的状况，陆续前往各大卖场视察。上午伫经济发展局长甲卫生局长陪同来到大润发关心国产肉品专区，了解相关的标示。根据了解，该卖场一直以来猪肉部分拢只是卖国产，销路嘛真好，所以并无打算进口美国猪肉。我们现在目前卖场所卖的猪肉全部都是国产的，对。那目前的价格都还很平稳，货量都还很充足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面对国产猪肉表示800款，甚至全国各地拢传出起价状况，对此民众也是烦恼。只是台湾目前价销也算平稳，并无浮动。目前价钱还袂换吧？价销较稳定嘛？价销差不多啦。美国猪肉你嘛，价销有较？还袂，嘿啦。目前我的感觉是安尼啦。就现在如果出去看的话，就还是会看一下它有没有写，就是什么来源这样子。就以前不会特别去想，但现在会。其实坦白讲，现在价格上涨不是全面的，是部分的上涨。像什么国军副食品啊、供应站啊，这些地方在上涨的话，我们觉得就不合道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提过了，进口的猪肉只占所有的猪肉供应量不到10%，那不到10%的话，那进口的猪肉现在大家还是有吃啊。那就算是厂商减少进口，也还不构成要价格上涨的理由啊。现在店家要价格要调涨，都用说我们用本国猪，那表示他们以前都用进口猪了。可是问题说以前的进口猪的消费量没有那么多啊，他表示有人说谎，那有人说谎就借这一波来发国难财，来借机调涨，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。当然，有关标准问题，就是因为市面上小济标准会影响民众信任的程度。市场表示无排除建议中央统一，强调标准基本上是予消费者自信。如果要做到品质保证，也是要经过卫生局加强稽查。今日新闻，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